新聞報導，香港警方發現有不法分子涉用高仿真度嘅金器，到唔同當鋪抵押，經針對性情報分析同埋調查後，拘捕2名本地男子，涉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同埋企圖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。佢哋涉嫌喺2025年7月至到9月6次，把高仿真度嘅假金頸鏈帶到九龍同埋新界嘅當鋪，其中一人更加3度成功騙取現金，令當鋪損失14萬蚊。警方表示，調查亦都發現同案相關嘅金頸鏈係經過人手嘅加工，呢啲金頸鏈嘅扣位係用真金做成，但係頸鏈嘅其他部分只係一啲包有一層薄金嘅普通金屬。由於最近黃金價格持續上升，警方認為黃金價格上升嘅趨勢成為咗不法分子犯案嘅誘因。警方呼籲從事黃金交易嘅人士取得金器嘅時候應多加注意，盡可能喺物件嘅多個部位進行充分測試。警方重申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判監10年。報導完畢。